记得我竞选第一遍竞选台南市市长的时阵啊，有那伫嘉义成立这个竞选总部，我会记得我迄天无来遮侪人。哦，今仔日来的人比我参选第一届台南市市长嘉义总部成立的时阵人搁较侪吼。请你啊，伫遮吼和国文啊，甲竞选总部甲大家说多谢，感谢大家。 第二要甲大家说多谢的是3月16的投票，立法委员的补选，哇，迄个时阵寒流吼，冷死死的，冷死死。大家咧想讲哇，那这些寒流吼，哪会当过这个台南市吼，哇，那这声伊就直直去到台北，我嘛总统府就拢规个拢变动起来，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加在啦吼。 加在咱这个选区的父老乡亲时代，大家安尼团结做伙，甲寒流吼，甲冻掉的，无互伊一路向北。啊，所以呢，即摆民进党的士气则一天比一天较好。你讲对啊？毋对啊？你讲对啊？毋对啊？所以吼，人论讲吼，保护台湾，咱这个选区的父老乡亲。 伫今年3月16已经立下第一个公路啦，你讲是啊？毋是啊？啊，咱明年正月11，咱阁继续为台湾的民主守护台湾的主权，继续拍下悍马公路，安尼好唔好？安尼好唔好？我看这个字啊，足有意思诶。总统选英文，哦，好唔好？ 立法委员呢，听国文啊，吼啊，英文甲国文两对关，这绝对考试就掉啊啦，考掉啊，是不是安尼？总统就，咱的国家就稳啊啦，吼，这场考试就过关啊啦，是不是？这个选区每一遍，伫个总统大选的时阵，拢摕相关的，投票率一定拢是相关，哦，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一定是相关。 咱台南市是22个县市内底啦，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无论讲有调无调，得票率拢是上盖悬的，一直拢是安尼。2016年啦吼，咱县市国赢上济，但是呢，台南市6个过去5个立法委员的选区啦吼，即摆6个，倒一个选区。 总统得票率相关，大家知唔知？就是咱这个选区啊，你讲是唔是？哦，是唔是？你讲是唔是？第2选区嘛。第一间补选，咱就提起3月16，无论如何一定要赢，因为伊牵连着2020的大选，伊牵连着台湾未来的这个主权。咱3月16。 按这个第4个定赢，咱来固守啦。不过接下来，咱来面对的，就是明年2020上界重要的挑战。我甲这人对立，从来不是为着输哩。我甲这人挑战，是为着坚守把守民主的价值。所以讲，要甲大家报告，明年这场选战，嘛是正派对抗地方恶势力的一场选战。 无论如何，咱一定要透过各位选票来赢出2020这场大选，安尼好啊，唔好啊？